网络世界那害人的地方，你看，这个是情色的，所以不要好色，不要伤害精气神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！在看的时候就被记一笔啊，消夺寿命啊，消夺福报啊，消夺那个做官的也会被消夺，消夺官运啊，影响官运啊，健康会影响健康啊，福报会影响福报啊，真的万恶淫为首啊！另外还有网络诈骗的，很多都是女兵啊，说他在人家的国家里面得到一大笔财富了，要帮忙处理啊，然后要找人，找个外国人来嫁，然后搬到这个搬到对方的国家，然后来处理那笔钱呢、他会给你一些钱啊，这个诈骗。那还有什么样的诈骗呢？说那个他的先生病死了，然后之前在银行存了一大笔钱，然后要找个人继承，找个有亲属关系的人来继承，所以他要找人赶快嫁了，然后来继承财产，这个也都是网络诈骗。你看这种送连结的，你看已经传送连结，已经传送连结了，连续这么多个都是已经传送连结，而且都是那一个，都是相同的那个。你看这里刚刚已经有处理过一个了，劝他要积德了，不要再做这种事了。你看这里有出现3个，它都是这个画面，都是情色害人的。你看这些女人呢，也不是说残障的，也不是说丑八怪的，你看外貌也都是很好看的。但是就是要引诱人家，你看这个也是，你看都是传这个引诱人的，传送这个情色的。你看一连看到这么多个，哦，还送2个，都是连接到色情网站的。你看这网络害人嘛，还有跟你做朋友，邀请你加入那个私密社团，然后叫你要投资啊，还有做那个数位货币的、数位钱币哦，投资哦，然后你花了一大笔钱的话，那最后那个自己账户里面的钱都没有办法提出来，这是网络看到的一些消息。就是说最后那个手机的电脑程式、电脑的程式都没有办法操作进入账户，把那个之前汇进去的那些钱拿出来，本钱都没有，血本无归啊！看那网络诈骗跟那个网络色情害人啊！加入那个什么社团啊，然后做那个直播啦，或者是做劝你那个劝你那个什么投资啊，买那个数位货币的，到后来手机程式、电脑的程式都不能操作了，联络都没有办法联络了，这真的是很明显的诈骗，血本无归啊！他是怎么引诱人的？要看网络的资讯知道。他也设一个网站，让你看到那个数位货币价格在高涨，在飙涨哦，一天比一天飙涨了好几倍，甚至10几倍哦。引诱你投资的话，再多买一些的话，就很快就可以赚好几10倍的钱。结果钱投下去以后，没有办法进入自己的账户提款了，连以前的本钱都没有办法收回来。你看，这多么可怕的事情！